大家都會出外旅行，或者去試新室試衫，甚至乎住下酒店啦。咁呢啲陌生環境裏邊，大家有冇諗過其實有第三隻眼嘅咧？咁點樣揾出呢第三隻眼咧？其實而家唔使專業嘅技術啦，又唔使專業嘅技能，只要一部手機就可以啦。咁所以今日咧，分享兩個方法俾大家傍身。第一招，咁我哋就打開手機嘅相機啦，然後掃描周圍嘅情況，因為紅外線呢，肉眼睇唔到嘅，咁就可以睇下有冇奇怪嘅光點啦。第二招，咁我哋先打開放大鏡啦，右下角嗰個設定，跟住呢，將濾鏡拖上去主要控制項目，再揀翻反相或者反鏡啦。咁跟住呢，我哋就可以用呢個方法掃描一下周圍嘅環境啦。咁喺呢個時候呢，如果見到啲光點啊或者反光啊，咁就要加倍留意噶啦。大家睇下。其實而家網上啊、新聞啊都有講好多偷拍嘅情況啦，咁所以去到陌生環境嗰陣咧，就真係要檢查一下。咁以上兩個方法咧係好幫到大家，雖然唔係100%，但係起碼都可以買個保障啊嘛。咁但係如果你自己部手機鏡頭壞咗，咁點咧？咁你都唔可以做到呢兩個方法噶嘛。咁就可以揾我哋啦。咁我哋都會有專業嘅儀器啦，幫大家檢查部手機，然後即時維修翻好。咁你用到個鏡頭，咁咪可以做到以上兩個方法咯。咁今日咧嘅分享就到呢一度啦，跟住都仲有好多 iPhone 功能分享㗎，記住 like 同埋 share。